李大人，之前多有得罪，还请见谅。你很幸运，刺杀皇上这么大的罪，还能被皇上赦免，你也算是古今第一人了。多余的话不说了，你好自为之，过好以后的日子吧。大人，不知道皇上他为什么会忽然召见我？是有人帮我疏通吗？据我所知，此案已经审结了，不应该会有这样的结果。你认识的一个女人，居然跑到我家门前为你滚钉板，相信老天爷都被她感动了。你知道她是谁吧？牡丹，牡丹，曾大哥，我要去找牡丹，我要去找牡丹，曾大哥，我要去找牡丹。啊，您放心吧，牡丹姑娘的伤没什么大碍，只要多注意休息就可以了。记得每天帮她换药，有什么问题再来找我。嗯，千万别让伤口沾水。好，我知道了。请留步吧。你慢走。哎。你回来了。牡丹受了重伤，我们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。我现在平安了，你还是要走？因为我已经死心了，不想再跟你有任何瓜葛，不想再为你心痛，更不想再面对空荡荡的屋子流眼泪。月儿，我不会再让你流泪了，你相信我，我会对你很好很好。只要你愿意的话，我会把我的人、我的心、我的一切都给你，好吗？不需要了。真正的感情对你而言，不过是空中楼阁；对我而言，也不过是海市蜃楼。既然如此，我们为什么不能随身而退呢？牡丹的伤势很重，我们要在这里暂住几日，等她的伤好了，我们立刻就走。你一定要这样是吗？一定要让两个人都痛苦是吗？长痛不如短痛，没有希望，就不会再有失望了，不是吗？曾大哥，曾大哥，看那傻丫头，都到这个时候了，还是对他念念不忘。那是因为他是他的良药，是他心甘情愿。结果却把他给弄得遍体鳞伤。就算是遍体鳞伤，可他是快乐的。那是你的一厢情愿。好，我会让你相信，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。莲儿啊，莲儿，你带给朕的，足够让朕回味一生了。
离离原上草，一岁一枯荣。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。这孩子好用功啊！圣主爷特别喜欢他，说他有帝王之才。不知道他是哪位娘娘所生？说起他的来历啊，还有一个典故。那是朕以前的一件荒唐事。朕记得，那是一个春天，朕奉圣主爷之命，前去猎场狩猎。四阿哥，我们今天可算是满载而归啊！对，这天气这么热，我都渴死了，拿点水来喝。哎。哎呀，四阿哥，这水都漏光了，那怎么办呢？哎，要不先喝点这个吧？这是鹿血，是咱们刚补的那个。哎呀，这东西不能多喝，这是大补之物。那你不早说？四阿哥，你怎么了？脸怎么红了？怎么了？是不是中暑了？来来，你快坐着歇会儿，我给你找人去啊！你别走啊，我找人去啊！走，就。这位爷，你怎么了？怎么脸色这么红啊？朕跟他好了之后，就把这事给搁下了。1年之后，李金贵的哥哥才把弘历抱过来，说他的妹妹未婚先孕，被族人烧死了，要朕好好照顾她。那会儿正赶上金枝去世，朕又娶了真儿，朕就把她托付给真儿。没想到真儿也是个孩子，根本就不懂得照顾她。朕就把她送进了宫，让先帝照顾。弘历从小没有娘照顾，所以这孩子比别的孩子要成熟一些。现在朕把他托付给你，你能答应朕吗？皇上，臣妾。朕的大限就要到了，朕不希望你做出任何极端的事情来。弘历对朕很重要，对大清的江山也很重要。朕选择把他托付给你，一来，朕相信你能好好的照顾他；二来，朕希望你的人生有点寄托，下半辈子能够开开心心、快快乐乐的过日子。你能答应朕吗？这，皇阿玛，来，参见皇阿玛，皇阿玛吉祥。起来吧，弘历，来，谢皇阿玛。见过你皇额娘，以后由皇额娘来照顾你，你知道吗？是，见过皇额娘。这孩子真乖。皇阿玛说了，乖没有用，能文能武才是真汉子。你还会武功啊？皇额娘，你别小看我，我们满人可是马背上打下的天下。不信我给额娘打一套拳看看。好。嘿，哼，这孩子真是个小大人儿。莲儿，你跟弘历，对朕来说，是朕在这个世上唯一的牵挂。你能答应朕吗？我的脸呢？我的脸呢？哎，牡丹，牡丹，牡丹，你的伤还没好呢，怎么就下床了？快回去躺着。
脸上那块东西呢？你看没看见啊？啊，你看到了，赶紧给我呀！快给我呀！牡丹，你中的毒已经进入五脏六腑了。大夫说能不能好还不一定呢，你还要那东西干什么？我已经给你扔了。你扔了？你为什么要扔掉啊？那是我的脸，那是我的脸呢！你快把它给我找回来！快给我找回来啊！快点儿啊！那是我的脸，那是我的脸呢！你快给我！好了，哎呀，给你就是了。我不管你的脸怎么样，可我要保住你的命。你要活着，你要活着，你听到了吗？牡丹，你看我把谁带来了？牡丹，不要让他看到我，不要让他看到我的脸，让他走啊！牡丹，站住！我妹妹她不想见你，李卫，带她出去。他跟他有话说，就让他见一面吧。可我没有什么要跟他说的，我不想让他看到我的脸，让他走，让他走吧。听到没有？我妹妹她都说了，她不想见你。牡丹，牡丹，牡丹，我知道，这一切都是我的错。我有眼无珠，居然连自己心爱的女人都认不出来。像我这种人，根本不配拥有你的爱情，也不配你为我做任何事。但是，请你相信我，我的眼睛虽然背叛了你，可我的心却永远都在你这儿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不再需要我的眼睛了。我只需要你的原谅。曾大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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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怎么这么傻？曾大哥，你怎么这么傻？我不想见到你，是怕你看到我的鬼样子。你怎么能这么冲动啊？如果你没有了眼睛，你后半辈子怎么活呀？你让我怎么办？让我怎么办呢？牡丹，牡丹，你愿意做我的眼睛吗？愿意吗？愿意，我愿意。那就太好了，那我就放心了。牡丹，我们走吧。牡丹，牡丹，你真的想好了，就这样跟他走了，一辈子照顾一个瞎子？这是我这一生最大的愿望。我很幸福，希望你也能幸福。走吧。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他们是真心相爱的，不管走到哪儿，发生什么事，
彼此都是幸福的。是啊。那你呢？你要是能有曾静对牡丹的一半也行了。我有。可惜呀，你在我的心里已经死了，我永远都不会再相信你了，永远。我不要你走，不要你走，你是我的，是我的。你留得住我的人，也留不住我的心，有什么意思？我会证明给你看，我会证明给你看。大夫，我的身体怎么样了？你的毒已经蔓延到了五脏六腑，看来就这些天了。好好安排自己吧。牡丹，牡丹，你在哪儿啊？牡丹，大夫，你就好心帮我隐瞒病情吧，我不想让家人伤心。好。牡丹，曾大哥，牡丹，我在这儿呢。大夫，牡丹的病怎么样啊？有没有事啊？没事，只是一点小病，调理一下就好了。啊，那太好了。哦，那不打扰了，我先告辞了。大夫慢走。大夫慢走。好，牡丹，那我们就拜堂吧。我现在迫不及待的想让列祖列宗知道，我娶了个好媳妇儿。我们以后要好好的生活下去。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夫妻对拜。牡丹，你终于是我的。我是你的，我永远都是你的。曾大哥睡着了。我已经收拾好了行李，明天就离开这儿。怎么走得这么急呀？其实不瞒你说，这些年来，我一直都希望能做曾大哥的新娘。可是现在变成了这样，我可以祝福你们，但我不能天天这样看着你们，你明白吗？百合，我明白。其实，你若真心爱曾大哥，就不要轻易放弃。你还是可以做他新娘的。你说什么？我之前贴在脸上的这个东西，它是有剧毒的，用久了就会要人的命。我现在就是这种状况。大夫说没多少日子了。天哪，那怎么办呀？那曾大哥还不伤心死？我唯一放心不下的，
就是曾大哥。百合，我知道你对曾大哥是真心实意的，所以我只能来求你，只有你才能帮我。我，好啊！好棒啊！太棒了！哎，这自从啊你们两个离开我们这春风楼，我这生意啊一落千丈。哎，你们最近过得怎么样啊？哎，是不是有机会重操旧业呀？花妈妈，你就别再开玩笑了。我现在已经是嫁人的人了。哎，知道了，我也只是一说罢了。口技师傅在那儿呢，这里啊都是自己人，我不会多收你的钱的。师傅，哎，这口技师傅在这儿，你们有什么话就跟他说吧。口技师傅，哈，我想请你教一教百合，让她说话的声音变得跟我一模一样。这个人的声带和说话的习惯是不一样的，这可不是，那么容易就能学得会的。况且这是我的看家本领，我要是教会了他，那我靠什么吃饭呀？哟，是啊，这确实是件难事。这除非什么？哟，这除非你们两个肯花一大笔钱，至少1000两。1000两啊？姐姐，我们哪有这么多钱啊？还是算了吧。花妈妈，我看不如这样吧。啊？我回到这春风楼重操旧业，不取分文酬劳，只请你让口技师傅教百合。哎呦，好，哎呦，成交，好，成交。来，我喝几杯啊！牡丹，你回来了。你看，这是我为你编的花环，好不好看？这花怎么都是白色的？我只记得门前的草地上有好多的花儿，随便采的，我也不知道什么颜色。来，换件衣服吧。为什么？你的衣服脏了，我帮你换一件。哦，好。牡丹，你知道吗？我有一个特别好的主意。我不是会武功吗？我打算过几天去武馆教他们练拳。这样，你也不用那么辛苦，每天出去帮人家洗衣服了。我们一起就能过上好日子了。哎，对了，百合这2天怎么不见了？人怎么说没就没了呢？百合她回老家了，有一个男子看中了她，他说他想陪在她身边。真是太好了，我还怕他心里过不去呢。毕竟他之前做了那么多事，都是为了我。放心吧，他不会过不去的。他这一生都会很快乐，很快乐的。
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哎，对了，我学了首曲子，我吹给你听啊。好。哟，这不是玉萍娘娘吗？你也来凑热闹？熹妃姐姐被封了贵妃，我这个做妹妹的自然应该过来看看。您说这世上的事儿啊，可真是不公平。你为皇上诞下一个龙子，却只封了个嫔，而人家只是认了一个县城的儿子就做贵妃了。都说你们俩是一块在皇上面前立了功，可真是不一样对待呀。哎呦，瞧瞧，这人来人往那么多，我可不想再凑热闹了，我走了。四阿哥，参见玉萍娘娘。免礼免礼。今儿个可是你额娘的好日子，你可要听话一点儿，不许调皮，知道吗？是。来坐。你额娘啊，当了贵妃，你亲生额娘也应该入宗祠了吧？入宗祠？对呀，这入了宗祠啊，就代表皇上对她的认可，也就有了应有的名分。可是我从来没有听皇阿玛说起过。皇上日理万机，难免有时候会有遗漏。况且呀，你额娘也不能正式封为嫔妃，而且大张旗鼓的也不好。哎，你看，倒不如这样，现在你皇额娘已经是贵妃了，而且皇后那边有一些事情都交给她来掌管，你呀去求求她，让她把你亲额娘的牌位放到清安殿供奉着。这样一来呢，你额娘的在天之灵也可以安心，二来免得遭到别人的非议。你觉得呢？嗯。真乖，来。弘丽。哟，妹妹也在啊。姐姐，妹妹来恭喜姐姐封为贵妃。想起来小阿哥还要喂奶，我就先回去了。礼物我就给你放下了。额娘，臣有件事想求你。什么事啊？擦干净点啊！东西都摆放好了，千万不能出任何差错，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皇上驾到！参见皇上。参见皇上。这怎么回事啊？来人！这苏北上，你起来。回万岁爷的话，是四阿哥一直缠着娘娘，让娘娘帮他办这事儿，娘娘就让奴才把他放在一个不起眼的。胡闹！你这不是告诉世人，朕圣德有亏吗？你不是一天两天在宫里头了，这轻重也掂量不清楚。奴才该死。
四阿哥在宫里这么多年，从来都没想过要让他额娘进宗祠，这到底是谁挑唆的呢？这么恶毒！倘若莲儿听了四阿哥的，便是对朕不敬；倘若莲儿不听四阿哥的，这正好破坏他们母子之间的关系。不行，朕得好好查查，一定得好好查查。香香战战如如香香战战如四阿哥，参见皇阿玛。参见皇上。平身吧。谢皇上。皇阿玛，哎，听说四阿哥最近的功课大有长进，尤其是《孝经》学得特别好，懂得为自己的额娘争取一席之地了，可喜可贺呀！朕不知道这是谁给你出的主意啊？是玉嫔娘娘告诉儿臣的，儿臣该好好谢谢她才是。原来如此，那她有没有告诉你，这么做了会有什么其他的反应呢？比如说你额娘替朕生了一个皇子，却没有封号，他进了宗祠，就代表朕是昏庸，你知道吗？再比如说，你额娘是一个普通的女人，那你又凭什么继承皇位呢？你知道吗？你额娘把你送到朕身边来，她最大的愿望，就是希望你有出息。如果这一切都没有的话，你有什么出息可言呢？你额娘在地底下，又怎么安心呢？皇阿玛，起来，皇上，他还小。正因为小，所以才要教啊。这后宫里复杂的东西太多了，他现在不明白，等朕走了，他怎么办？你怎么办？看来这后宫真的该好好整顿整顿了，要不然朕走的也不会安心呐。皇上，其实臣妾跟玉树之间的误会早就已经解除了。也许他真的是真心的说出这样的话。就算他有什么别的想法，皇上也要考虑小阿哥，他还那么小，离不开额娘的。也是，除掉了一个玉树，还有别人，这种事必须得靠莲儿自己来解决，否则永远都有隐患。四阿哥也不小了，是时候让他上治国之道了，也该让他慢慢的学着管理这个国家。懂得多了，就百毒不侵了。皇上不让我教别的阿哥治国之道，却偏偏教这个四阿哥。看来皇上是有意要他继承皇位了。我该怎么做才能投其所好，让他信任我，把我当成他最重要的人呢？四阿哥，你是不是不喜欢这些诗文呢？既然不喜欢，那你告诉我你喜欢什么？我喜欢踢球。踢球。好，我们现在去踢球。这，四阿哥，皇上命令微臣来当四阿哥的太师，就是因为皇上很信任微臣。那皇上都信任我了，四阿哥是不是也应该信任我呢？走吧。踢过来，来，踢过来，你们在干什么？参见皇额娘。参见贵妃娘娘。皇上不是让你教他治国之道吗？你们怎么玩起来了？回娘娘的话，治国除了读书学道理，还有强身健体。如果没有一个好的体魄，
又怎么能治好国家呢？可是现在太阳都要下山了，你们还在踢球，怎么读书啊？娘娘，皇上任命微臣来教四阿哥，自然是相信微臣。如果娘娘对此事心存疑义的话，还请奏明皇上。这失礼了，四阿哥，咱们继续，来，来，嘿，嘿，来，提过来，好，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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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莲儿的性格还是有问题，她总是这么怯懦，凡事又不争取。一旦朕有个好歹，宫里也好，朝上也好，没有一个人服她的，那她这日子该怎么过啊？晴川，晴川，奴婢参见皇上。来，起来。晴川，你……皇上，奴婢不是晴川，奴婢是花影。花影，花影不是死了吗？当时，奴婢中了先帝一箭，晕倒在地，本来以为自己会丧命，结果到了乱葬岗之后，发现自己又复活了。太医告诉奴婢，是因为奴婢的心脏长在了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。德妃娘娘见奴婢大难不死之后，觉得奴婢是个有福之人，就留奴婢在这里打扫庭院。如今过去的种种，奴婢已经不想了，奴婢只想专心的在这里干活，赎自己的罪孽。不，你不是花影，你是晴川，你是晴川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朕身体欠安，暂不理政事，所有政务交于果亲王允理，内大臣李卫全权处理，钦此。臣等遵旨。啊，真是奇了怪了！皇上那么勤勉、事必躬亲的一个人，怎会把政务交给其他人处理？我也想不通啊，一定有什么原因吧？这是哪位新宠啊？以前皇上从来不会这么放肆的。皇上，你看那边。晴川，你是说八福晋？哎呀，他怎么会回来呢？哎呀，这下糟糕了，皇上真的要出大事了。